呀，各位聽講話，你人都對來邊來學見你特別的節目，因為只特別咧是因為咧，我人要講，我等一隻幾年嚇，finally iTunes 把佢到馬來西亞嚇，然後人覺得談俾馬來西亞歌，談俾迄個，人談俾正美國人嘅歌，個了個尋 logo 嘅歌啊，甚麼我唔知，我未講，特別係咱是logo，個了美國人冇談俾咩？美國嘅歌冇談俾啊？ local centric 啦，美國無論冇呢隻。OK，so 特別我俾個人講嘅就是，住啦，只間是住我靠住你頭 ，hello，你是住磨盤啊 ，OK，咁我特別嘅邊咧就是磨盤換誒，แล้วก็即係我對話題是 iTunes 啊，嚇 iTunes Apple TV 對，冇得實。แล้วหมอพูน來แล้วก็即係ไฮซอม Hello 我ไฮซอม冇對啊ไฮซอมไฮ啊ไฮซอมไฮ啊แล้วก็即係ว่า producer 個300จัน Hello แล้วก็วางSkype เป็น個เป็น嘅特別嘅邊呢度是กีตาร์朋友係大家好。แล้วก็producer หมอตันHello แล้วก็เหล่าเจ้าบ่หมอแปะคนนึง Hello。你講話即係講話 echo 住講話 echo 就 listen okay so 當今日會講嘅呢就是我哋就是 iTunes 冇得嚟到馬來西亞嘛所以我會每看人有蝦米歌彈買，因為我去吹，我想希望講到馬來西亞 maybe 有彈，好美國嘅人買迄個本咯，買。按照人講，到底YouTube 嘅 feed 有 echo 咩 ？YouTube live 有 echo 啊 ？Do you everything double? Okay, everything double. 即係 double，即係講等 double 是你個叫開到內 feed 嚇，呢就是。人開內 feed 啦。Make 我這邊都冇聽到。好啦 ，have two feeds going on. If you turn on audio feed, don't turn on the YouTube feed. Pick one. Okay，並非我嗱，是講聽到 echo 就是講到腦裏有聽到聲。還是你到底，那是你已經 join 咧 Google Hangout 咧，你都 join 我人嘅特別嘅邊，你都冚起對聲。個對嚟，個即布拉贊基對嚟啊，布拉贊基歡迎。好啊，當今嚟 start 一，咱嘅鏡㗎啦，咱嘅即電氣鏡㗎啦對嚟啊，再嚟會講。被講看下浪嘅 first impression，baru ka kuijit nama first impression iTunes first impression 係咪？到底 Malaysia？浪講乜念頭？冇講㗎啦，冇講㗎，我冇交字。浪講話係咪 selection 係古瓜嘅字咧，還是新瓜係咪？古瓜真係全部。แล้วสินกว่าสิกับ popular อูเนี่ยtop of chart สิเนี่ยอูเนี่ยtapi อู嘢都冇你看到อี album 嘅 cover 啦你 click 入去點先應該是อี record label Malaysia 冇還是傾未好勢อี冇 content 咯啊咪咧 tapi อีอู啊咪你看到อี album 特別你看到อี album art 嚇 album cover 嚇你看到 album cover 特別冇談俾你 click 入去是冇物件哦，มีเกลือ pre-order 先嘅，一樣就會 stable 嘅，มีเกลือ會 move 回來個。係咯，แล้วอี Southeast Asia artist 有介紹幾個啦，愛講伊有Korean 嘅地隻咯，Korean 嘅Korean 地隻胖嘛。Korean 嘅歌係浪下邊冇 Korean 歌俾啊。Korean 嘅 artist 啊，ini toki mah asal去伊面 page 啊 featured 嘅 page 啊。嗰啲係 Korean 歌。佢嗰了有一個是叫做咩local artist 是 Southeast Asian artist 嚟嘅。裏邊嗰了一個叫做 top artist，伊 top artist 嗰了是 Southeast Asia 物件嚟。你 click 入看有 Indonesia 嘅啦，
马来西亚有Kenya Ziana Zen 我们在做，แล้ว香港Korea 台湾啊，ฮะเนี่ยCantopop K-pop แล้วก็อูเจเลย surprisingly มีแมงกอกWonder Girls 18%หูเลยWonder ตุ๊ด J Chow 哦，就叫我看 J Chow，哎是就来，还扫描。NG 三毛盤水，毛盤，識唔識嘅要J Chow是周杰倫啊。周杰倫 feature แล้วJoanna Wang 見有咯。Joanna Wang 是來，伊有出燈籠機哦哈，伊有出燈籠機是嗰個阿毛機。嗰個阿毛機。我聽到噔是我還是別人？是你嚟。Why？ 哦 ，sorry 唔是阿 John 啊。我說是阿 John 嚟對咗。一件 message 噔字啊 ，sorry。我頭先話講嗰個碗咯，而家你要你咁好有。仲有呢啲隻咪？我一隻皮蛋加魚片加皮蛋嘅湯。所我看你碗咧，日起淡薄。你要看南邊呀？你要看南邊呀？我試下咧，我媽家姐啊，冇嘅，我個 show 啊。嗱，來，啷去出線嘅特別嘅時，啷特別去看。好了。哇！你啊，即係 iTunes 後時直接出嘅事啦。你啷去買係劇啊？是 download 係咪劇啊？就是咱咪買過啊。我買就自己睇投資，我就撳時。頭幾節啦，有一個feature 伊係咪 single of the week 嘅啫 ？This week 是沙丁丁嘅啫。我只看到 free 嘛是咁樣 click 咗咯，夠嘅咯，太聽咯。最個啊！一個人名沙丁丁嘅啦。沙是 stupid 啊！伊係阿摩字嘛 ，SA 沙 DING 沙丁。你唔知是唔是沙丁丁哦？但係嚟放我聽就放我聽。沙丁丁是中國嘅。中國伊成個寫 Tibet 嘅 style 嘅唱歌。有即係客觀review 話介紹咱一地劇嘅 Facebook 有一集我伊唱劇嘅裏面，伊當人字內字我比較讀啊。王菲。一個是起碼路唄。嚇？伊劇名係頭一個中國字啦，對面是寫生，對是寫唄嘛，就起碼咯。哦，我有睇，我除咗有睇。係你阿條是唔是叫忐忑？哦，忐忑。我想問人講。John 你入嚟做你起來，你早起來入嚟做阿諗熟咯。哦，我想問人睇，你忐忑，我想問人睇，我叫伊樂。生馬寫馬是伊樂。哦，你放我聽。係咪天地唔知咩鬼啊？故事條。這個是如影隨形，我唔知係咩字嚟寫，一下很易聽我表達啦。如影隨形。哦。特別伊歌無咧啊，伊歌唔是鄧人字，伊歌是阿毛嘅，你 download 是？伊係漢語拼音嘅哦。哦，你杜蘭呢？我想俾寫鄧人字嘅好。你昨天淡薄，安尼款點寫我 OK，我會接受。這邊去我實我無咪接受了。聽叫你拿過哈。對，comment 寫了。係咪 Dicky？叫拿過。一條歌過嚟。你哋 free 嘅，我講實人嘛，即係我哋 free single，我咁樣 download 咯。第一我頭先嘅 download，第二你話是 download 咪就 audiobook Yellow Submarine free 哦，誒，你嗰當今咪是要睇俾 iBook 要睇 download 啦噃。哦 ，iBook 我度話本睇 download 誒，是緊 iTunes。我度話啦，我度話。你嘅哦。iBook 俾啊。有嘢車嘢哦，我所發有嘢物件我係買掉有嘢買無。I think 看 copyright 啦，看 copyright。
但都先是你起我唔知啦。嚇，你 after that 你試下㗎，慢慢經我舊家炸去 the first day 是攞熱整啦，我炸起4點幾個，點解隨住我暑假 album 啊佢家己買咯。你啷知啷成日講我有聽到當讀到 news 上面嘅就係講馬來來有即個馬來西亞點啫。newsletter 我有 subscribe 啊，我所以你收睇 email 啦，講下你睇 email 嚇。哦。before email 出嚟點先有Facebook 有了，因為我朋友做工啲 Apple Malaysia 一出一下啲 Facebook 了。哦。我早起9點幾我就開 Facebook 就看有嘅時候，我接 iPad 嘅 apps iTunes 咗，因為是賣過咗。伊個小有 podcast 嘅一路行物件係你 free 嘅啫。你是去 iTunes 嘅 app 呀？了我 try 正半年正9字賣啊，我問我一個朋友，伊講叫我用 computer 先，了我都未驚咯嘛。了無我等個差不多1點幾會收完 email， 我收到 email 了，我嘅 try 個一道是 already 接了。OK。誒阿朱咩名啊？阿朱伊到底 Skype 是咩名？上未去伊是阿咩啊 The Hamid。 The OK 對。哦，特別換起啊，我做少去啊，伊名我做少去啊，係啊。你咪看。John 咧 producer 嘅 good luck เนี่ย係咯，伊個好了咯。搞，感謝 producer。你搞無用遲早嘅。是打無啦，人去跌過嘛。然後即個阿周咧，就是伊有幾若條歌去看誒，忘記講了，特別迄個面切，唔是 Skype 有講到，唔是 Skype 迄個迄個咩位？你叫咩啊？Twitter 嘅招誒。OK，來啊，阿周，你下來甲我講下你嘅經驗，你頭一條歌 download 就係新加坡嘅iTunes 係咩物件？比說我真係兼寫啊，冇買過。你有無買咧小叮當嘅歌啊？無係咩啊？叮燒燒，沙叮叮啊！沙叮叮。呢名係做沙叮叮。哦。冇，你講緊話拆嚟講呢是菩薩嘅薩。哦，一定嘅。做叮嘅叮。沙叮叮。特別你看我字我就是沙叮叮嘅咋。沙叮叮，唔是小叮當啊。沙叮叮嘅歌是 free 嘅啦，你可知道我很低？你好，你講唱咩？哦，係啦，音樂係啊，音樂。都聽過哦。音樂。喂，阿毛搞唱你聽過，鄧當唱你聽過，我已經聽過條歌。誒，我唔係聽過，我唔聽過淡薄。你去 YouTube 嚟看。我要 check 下。我 YouTube 會 share。我個帶。特別我未曉啊，我未曉。我是專隻看呢，我看我 favorite 嘅 artist 有下面 album 嘅 iTunes 去。哦，哈。你除掉安怎伊個 selection，但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嘅歌 selection 唔使上哦。我就唔知咯。我聽到你 copy 啲嘢。Malaysia 是 bill in ringgit 還是 US dollar？冇 US dollar，路人是新 dollar。唔是馬啦，是新啦，即係人講冇 bad，但係你講 key bad 路 bad 唔是 bad 啦，是 sim key sim 路 sim。我 key sim 路 sim。你嘛是咧，你想話啦，沙丁變沙丁嘅啦。沙丁丁啊，他的唱片叫什麼？上馬下馬嘅讀音發音是叫做那這邊是聽歌啊，你就要唱咧學嘢。哦，那一句好玩看，等，一句來驗掉你嘅聲啊。哦，這是咯，上馬下馬，唔知有陣時啊，那字哦。誒，南韓講啊，檳城啊，當然變做檳城，馬來西亞跟新加坡top download 啊，變做音樂去啊，係咪？
沙丁丁以外嘅歌。OK， 嚟講到啲個阿蕉講到啲你講起吹啦，叫當咱到啲你就只會人講 discuss 什麼嘅。我嘛是 post 嚟 tweet， 我嘛是 tweet 嚟咯 ，set 嘢咯。嚇，1000文。人猜啊，伊 album 嘅名叫做Terracotta Dream。紅塵夢。你都是入面紅塵滾滾嘛？係啊，我是 Red Dust boy。Red Dust Boy。紅塵滾滾是 Red Dust Boy 啦。我嗰條歌本來是叫做 Merry Go Round。哦，啊，即係叫做 Merry Go Round 嘅。你係點解你 Terracotta Dream 是以 album 嘅名呀？Terracotta Dream 是紅塵，我唔知做咩事，會翻譯叫做 Terracotta Dream。Because Terracotta 我明白，特別唔知做是 Dream 啊，唔知啊。你都知 Merry Go Round 是係咪歌？等陣係咪轉呢？圓。講睇下。就人知1000文嘅歌，1000文 Merry Go Round 唔知喎。周爸爸冇嚟。那微爸爸真冇嚟嚇。jom je ha. Penang Hokkien Podcast atau Kim Live kategori comedy by TI. Yeay! 新加坡是排第7啊，新加坡。Under all categories lah. 排第6。Nordic 整排第1啊。哦，咁咩？Because 我拜1啦，我拜1嚟講新嘅 show 是只一人 download 是伊個 rating 會起較懸嘅。所以若是聽到這 podcast 時啊，好，就是講若是用 iTunes 嗰種，就是會做誒你排名較懸，無排名較懸咧，就較濟人會吹掉咯。當然個冇多擺，你諗過聽以外嘅歌，憑以外嘅歌。你都冇憑以外歌，換下歌借喎。嚇，換下歌講下。等陣我都冇講你 Merry Go Round。Merry Go Round。你講 Merry Go Round 係咩？你講係咯 Red Dust Boy 咯。哦 ，Merry Go Round 是 Red Dust Boy 啊。你唱看啦。我未曉嘅字喎，你唱下。紅塵滾滾。嚇。紅塵滾滾。我未曉嘅字。紅塵。對打人嘅 show 不會做過咧，未記啊！瀟灑走一回。瀟灑走一回。瀟灑走一回。就叫做Merry Go Round。係啦，特別係你 information 是你當即用 logo 嚟講字 submit 嘅嘛。Merry Go Round， 唔是啦，嗱是講咱瀟灑走一回啦，咱但 literally translate 安怎呢下？瀟灑走一回 ，walk around with attitude。有咯問題。ER 啦叫做，未曉就叫 ER 生馬先嘛 ，Kevelo 咩？誒，但係你講換下歌有隻特別，唔是貴嘅 album， 是一條歌係啦。它就是一條歌，像個你會希拉馬吉跟有一個 album 呢。特別伊會出嘅個了是一條歌個了。講我聽是乜嘢咩？我要看有。你看啦，你快去 search 啊。等我自己，等我特別換我 store 去馬來西亞嘅誒。我人應該是會 search 到嘅。我 search 看。iTunes。一個 album 叫做 Lagenda。哦 ，Lagenda 啦 ，popular album。1520。是啦，馬吉，我吹是啦，馬吉啦。阿 John，對。你使大 Skype call 啊，我計叻嘅。你是住。磨盤嚇 ，OK， 你嚇 ，OK。message OK。是 iTunes LP 啊。LP 是伊個林帕咯。林帕。仔女講嘅呢物件係。Tapi ya unya aja Sheila Majid dia Lagenda 一個 album 出嚟個了是 kick 嘅 ，under album 是因為係 kick 個了。我吹無掉。你條叫我要一個真好聽嘅喎，伊是一個新嘅 version of Lagenda 嚟喎。哦呀，我愛，我播咗俾。Lagenda。
伊變咗真啊 M， 所以佢哋叫做超撈嘅 style 啊。只咩 style？哦，伊變咗真啊超撈嘅就 ambience，反正伊嘅 genre 啊，伊 totally 伊 music arrangement band 嘅。但我吹波喎，馬來西亞。幾年啊，幾年？我特別係 change my 一個 style。字靠嘅 album 裏邊咯。哦，1990年裏邊嘅 Lagenda 有一啲款嘅啦，because 我只看到一個啊是 July 2007嘅是 Lagenda Police，唔是講呢啲。你擺看伊嘅 release date 佢得錯嘅。我覺得錯嘅啊。啊，你看啲中國人佢哋係2000出，還是唔知佢。OK，我換咗馬來西亞，然後我做馬來西亞 store 咧，我特別去 iTunes 換位 store 我嘅吹掉咗。哦800咯有嘅。800，佢哋1.9啊！啊，1.9是 ringgit 啊！冇啦 US dollar 啊。 USD 哦，嗰啲用 US dollar 呀。啊，新dollar喎。新加坡是用新 dollar 定咗去看。新 dollar 乜是1.9啊？100。哦，你講我聽這個，我去試all聲音，我去看。o antara anyo da Jakarta ya legenda wa ya Ketaran Jiwa larut malam jadi tambatin di rumah jam saya di legenda bunyi. Oh, lu sekarang di legenda ya. 你嚟聽啊，好聽呢。這裡我有，這呀。是的呀。有哦。有，聽到 album 都有啊。伊是不是這 D？ 伊是這 D 呀？di legenda 呀。來一半是高啦satu ya ha. OK， ha 有。Manusia。哈？一個 ringtone 啊。係咪貴接？我唱過啦。我唱啊？我一個唱過啦，所以。不 no， 伊 already 我聽到伊 album 都有誒。哦。哎呀，我無啊，我legenda走去倒落去啊嚇，我 album 死啊不見去。呢時係點樣開 concert 啊？哎呦，我死啊！個線咯哇，個不但其實那麼熱誒。咁樣講到對 LP 是藍趴。誒，這新嘅喎，這個。好啦，句。Hari Mulia。But anyway, so far as I 講冇係咪新嘅 album，除咗是 Western 嘅了呢，咱 Asia 嘅了冇嘅。Asia 嘅就係東南國嘅了，伊變做成個伊名嘅了是寫做漢語拼音嘅了去。哦，那神啊！新啊，你隨到對成個有嘅新嘅啊，伊 already 成個。是誒。哦啊，是啊，冇啦，梅艷芳喎。梅艷芳冇啊，都是愛 ，because 你想張國榮啊、陳百強啊，你在俾到啲人古早成個人嘅 first album already expired 啲啊。哦，你冇 print 咧，冇出先嘅啊，睇邊睇邊。呢啊，所以係代變佢除掉 digital version 咯。所以我 preview 啊，我感覺講伊 actually 伊 quality 是未歹啦。哦，伊聲quality 啊？啊，但是講我數冇俾啦，冇俾你俾啦，屌！冇咩？冇俾啊冇，啊個冇俾 already 有俾 from iTunes 先啦。嚇！我都冇俾掉過呀，阿朱都冇俾掉。我真係撳實嘅，我做大嚟 channel 佢 already 有咧嘛，一隻。阿招我頭我想講，我是第撳入嘅咋，佢有入4點正我嘅俾，關係你家撳入佢話。我俾條係俾個 ，because 我有呢部。你話咩部咩？我冇咧，我成日我愛嘅。我愛過部。我成日冇講條成注意發到要成個你 iTunes session 嘅話呢，那樣特別緊，only available on iTunes 嘅。啊，冇你已經有嘅啦。啊，most of the time 就冇看到只 intro 嘛，是講你東南瓜都夾近看咗咯。啊 ，OK。Oh shit！是我 hang up 兩期嘅線啊要。我想問每路人馬來西亞有 iTunes Match 未？馬來西亞有咩？馬來西亞有咩 ？iTunes Match。
iTunes Match 啊。iTunes Match 嚇，唔知有喎，攞喎。Yes 有啊，就是講 yes。iTunes Match 有喎，特別往時按咗$10嘅喎，是講我哋在甲我講 iTunes Match 係安怎咧 iTunes Match 就是啊，你講話正，你講。冇後面嚟。我講，你有嚟講，你拍你寄去用，真正好嘅，真好了嘅。你 explain everything 咧，有咩？你 download MP3 哦，你使寄去，幾好嘅掛對係。真係我 explain 就死，一時候緊張。我講聽話 explain 就係 iTunes Match 就是講，你寫講你有嘅歌已經有嘅歌，定到你是去80萬人每 download 嚟嚇，然後你有嘅歌你 upload 去你嘅 iTunes Match 啦 ，iTunes Match 咧嚇，就誒，那是講伊係一條歌，你寫講人講佢哋 Terracotta Dream 啦嚇。I see. Roundabout. How many roundabout? Merry-go-round. Merry-go-round. Merry-go-round 嚇，咁 merry-go-round 咧，你有係條歌 merry-go-round 啦。之後你會有 iTunes Match 嚟講嚇，你咪 turn on iTunes Match 嗰時，伊就會 upload 你 merry-go-round 係條歌去啦。特別伊看係講，伊有嘅係條歌咧，伊看伊 waveform 嘅，伊看伊係 match 嘅 iTunes 嘅 server already 有嘅呢，伊就一頭免 upload 你係就掛咯，然後伊就是一頭去伊啊 server 會有你係嚟 copy，所以你到啲 computer 會曉，你使 delete 佢啊就，所以你 delete 佢啊時伊就出隻 cloud 咯，然後你愛download 過呢，伊個一頭但係伊download 等於對，佢就 download 過來，到等於時伊時候你就 high quality，唔係256kilobit 嘅 quality 嘅 compression 嘅。so as long as what even though 我把路library 裏邊嘅掛嘅了，唔是大啲 iTunes Store 會俾，我是大80萬嚇嘅版俾，本是會使啊。伊本是會使，那是伊嘅 match 掉啦，所以你咪看伊嘅 match 咯，你被 match 你慢慢 delete 咯，誒 match 你 delete 你可以 download 嘅時就是 download high quality 嘅。其實 so far 我就係講成日都 OK。成日你大啲 iTunes Store purchase 嘅歌哦，是唔是俾使 copy 給別人嘅啊？會使有新嘅無 copy， 新嘅無新嘅歌，新嘅 purchase 你使，特別有你名啦，特別伊無 copyright protected 嘅。Last 唔知 1-2 years 嘅。你Sonoty上你 friend 用Sonoty嚟 copy 你嘅 collection 嘅話，那是講你嘅 play 嚟講啊，那是講。那是你免係 password 自己 play 呢，你係 upload 去你 iTunes Match 好，然後你嘅 delete 去，然後歸 download 時變做你名去嘅。哦。So 我捌用過就是我當然用 iTunes Match，你即係做咩事？我是用 iTunes Match 喎，因為我 iPhone 直接滿了啊，滿了我係掛嘅了後，就啲 iPhone 嚟開掉，我個背伊掛喎，所以我就買 iTunes Match 佢哋話未記啊。30塊呀。telephone99哦。新加坡是31.98 32塊，所以你嗰啲係USD咯。For 1 year 喎，I think quite okay right。1 year 嚇，所以1 year 佢哋話未記，我唔知美國佢哋是接9塊呀。好啦，所以per year 嚟講，我感覺 OK 咯 ，reasonable 咯。after 我感覺即係伊個 pricing on iTunes Store 嘅歌哦，伊個價錢嗰啲是 OK 嚟接受嘅，because你平時你。出去買 CD 本身咧嚇，不過 CD 是 double 嘅 price 嘅。哦，美國一樣，啲 recording company 冇有個。係90塊。maybe 樣買 CD 人買佢哋 CD 現在真係冇出新嘅歌。有咩有 double 咩？個彈啊啫，差不多咯，差不多。我看你俾 iTunes 我看你 artist 我看你 idea 看你999。999就係 RM 十幾個 time 都是俾你俾 album 時間搭過，你俾一條歌嗬。是咯。啊 ，normally 啊，誒，等我咪講話，等我講你iTunes Match 係講你俾特啲你 iPhone 嚟下，你turn on iTunes Match 啊，你去 music app 而家 turn on iTunes Match 嚟講下，你歌把打面 sing 過來啊，隔了你歌有下邊特別你只要聽時，一 stream 冇唔是 stream，一 download from 你 server 一 telephone 呀。哦，我較早是淡是唔是講你比較有同人歌是日本歌還是韓國歌？
伊是安怎去 match 到伊嘅 language 其實你算伊嘅，伊是用伊 waveform 嘅，伊嘅 audio 嘅 waveform。我看到呢，我唔是看到，我係就係講我大把個燈 on 嘅，然後我開下兩看啊 ，iTunes Match，唔係我半段啊，唔要叫我半段開啊，我當時要去看，我有得一條燈籠歌是有到啲 iTunes 到啲 cloud 嚇，到啲 match 嘅啦，人做嘅就係講 match 冇 match 啊，伊有隻。你你講啦咪？哦 ，iCloud status 啊 ，iCloud status 嚇 ，OK，iCloud status 嗱，你看啊，我有迄個100種生活迄個之前盧廣仲嘅啊，伊掛 match 咗，even though 我去吹迄個我係 US，no，我有 CD，咧，我 read CD 嚇，即係 BB 我送我嘛。嗱，使我當時是為我送我一個，所以我放到啲位 iTunes 一位，等伊去是個 match 掉喎。特別我到啲我iTunes 比較嘅 iTunes search 即個盧廣仲時，我個吹無伊啊。that means 到啲台灣若是伊有嚟講係我本係 match 咯。means 伊 search 下全世界啊咯。that means 伊嘅 database 是有參別嘅 country 嘅歌冇參。tapi teman Bobong Play 講我個報道講到就是講伊有只字錄 search 伊名出來，伊會 show 伊靠album art，但係你愛直入去嘅時候，伊甲你講 not available。I wonder 是唔是 maybe 伊 server because iTunes 伊 one week 一道伊 refresh 啊。你講見看我甲了阿毛甲了有哦，一長人嘅無嘅。我冇喎，我掛了本是match 啊，我係掛了本是 match。如果你第二個 match 未掉。不過意思講，了，你那時用你我你 MacBook Air 是就係乜嘢啊？你 memory，你 storage，你是 SSD 哦。對啊，2個啦呢。2個啦啊，但係你有你 iTunes now 人哋講一字咯 ，excuse me， 我講一字，你是講一字咯。當然有啊，是呢。係啦，定到 maximum 夠2個啦呢本。我會換了。誒，等陣我講聽，當你 iTunes 會用 iTunes Match，佢如果是有 MacBook Air 人咧。佢較好用 iTunes Match，因為你免 download 一掛個了，你就係你使 delete 個了去啊，你 free up 你 storage 嘛，對唔對？冇，John，你就要俾 upload 性嘅咯，你俾介意講。對啊，俾你俾 detect iTunes Match 介意 communication 了，一樣有隔嚟 delete 啊，你問講你有一樣。特別係攞用 iTunes Match 好長嘅係咪咗？是攞嘅 kick 嘅了是你嚟路不明嘅啊，無情無錯嘅喺地好嘅。巴沙馬拉咩啊？攞較濟咪是無人講啦，攞嘢 album art 無嘅嘛。我自己吹咯。你自己吹啦，比如吹出來伊無夠明嘅，甚至係哦。了伊 resolution 無夠好，伊 match 你點先水啊，梗係 happy 啊。你做啲 iPad 啊，你 iPad 嚟講你整個 rule especially 你把 logo 是 retina 嘅你 resolution 是比 i 做大嘅水咧。Actually 我人 iTunes 成日當你叫我點會叫人 submit photo 係嘛？係程式 iTunes iTunes 係個程式咩？嚇對，程式對。我以前係對得嘅嘛，講嚇對。我講講就係你係吹啊！你看你 album art 哦，就係影啊！你免去吹嘅，你直頭你去你 Wikipedia 位哦，你 tap 你名，即個歌嘅名，你 show 個了物件，你去 copy 嘅，伊個 photo 就是對嘅。特別俾自己做。你 Google image 嚟講。我用 Google image，然後我吹第一大都需要600。同時都 lucky 都吹1000by 1000啊，都無夠俾。normally 是600咯，normally 是500。頂到我人 iTunes 即係人嘅 podcast 啦 ，podcast 嘅 artwork 啊，伊是
baru 加幾咧600升600係啊，頭 start 是100個呢，100個升100個咧，是變咗300升300，咧是變咗600升600，當然噗就好像變情事喎，แล้วว่า係你 ferry 就步步去，但係我咪吹啦。我咪隨人當見嗰啲嘅人講針咗個幾難嘅 photographer， 有你講 OK， 有你講背我學累你有時，所以我唔知我哋針咗個。我未當嘅，我未當我 iPod 我掛冇 album art。我們想，我們直講啊，大媽直講未當直冇盤啊，冇盤都是到啲 Skype 啊，是到啲 J Plus。哦，到啲 Plus ก็ OK 啊，大媽佢咧。哦。แล้วว่าเวลาสังเกตว่าบนสีอ่ะว่าบนสี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ะว่าสีเลยกว่าเอ็มเมียโปรดิวเซอร์อาร์ติสต์กันแล้วเอ็มเมียกันแล้วไปช่วยเดียวฮะอันนั้นว่าแต่ว่า如果我做到想我計印咗牛卵人哦，我做俾就只俾爽咗啫，真係俾爽嘅。咱古早聽 CD 嘅時，你放你 CD 喺你 CD 碟去你 laptop 會啊，你會吹啊。track 1 track 2。啊，有當時吹波，特別攏知唔知？攏去 iTunes 位嚇，攏去 iTunes 位攤吹嘛？你去你叫咩？你四咩骨頭呀？四人面咩？伊度啲一個位，誒 discography 嚇。但I thought 有一位嚇，伊係一個咩 CC 啊咩幾百 CC choose photo 喂 iTunes got choose photo to share. Oh, that one's for my iPhone. 我去看。tapi 我阿超啊，我正報告啫嚇，Malaysia Singapore 伊 under movies category 咧是播 TV show 嘅。對，伊嘅 selection 真啊少呢，有識了咯，是咯，伊我嗰度看了誒，是咯。因為我愛看咪就按張個大話嘛beli我知啊，就咁個大話 episode。你是條條播嘅。我背。那播咧，哦。CD database 啊 ，CDDB 咯，記我定得是唔是有咩 ？Get track names 啊，你去 advance 有啊，你去 get album aware，get track names 是對吹嘅。那是你 album 無名，特別有當時你上巴黎啊，你成日我當有一啲啊，直我看一隻杜蘭嘅就是啊 ，track 1、track 2、track 3、track 4、track 5，對啲安尼我唔知係咩物件嚟哦。特別你講你 track 1、2、3、4、5，我是無毛病啊。我真正我即係咩整即係 iTunes 出來幾耐一整，我頭一刀買 online 嘅就一落來我是買 CD 啊，話佢 rip 伊去 Hello iTunes 嘛。因為我較濟是聽啲 Hi-Fi。了所以伊聲清查聽嘅地嘛，除非我用 lossless 啦，特別 lossless 所以冇，我 iPhone 特別係幾啲關嘅嚇，比較大咯。所以但當你係 CD 都起時啊，伊接去 internet 咧，家己吹落嚟嘛，伊名 track 個對啊。你下我先先我頭一刀幾廿年前我先先用computer 即iTunes 時我未曉咗，但當嗰時我 iTunes 係啲 Vio 嘅時哦。我係 computer 冇 connect internet 我唔知啦，出來嗰陣時 track 1、2、3、4、5嘅。แล้วก็รีบกันแล้วอ่ะลูกแล้ว我做後面我哋一地啊，伊劇入面家己帶入去當 CD cover 嘛，我一個頭，佢講咗什麼時候，下面人講 Apple 好了，錯就幹嘢咧，特地劇入面我哋係 PC produce 我哋係，แล้ว伊係下面住伊先咗住，幹了我哋家己係。แล้วบุยเพื่อการใจก็โอ้ก่อนนะตัว connect to internet 啊冇比好死特別 actually 其實啊冇毛病我講 even though 你冇嘅嚇你使到短期你冇你當佢你冇 internet 啊你 rip 嘅了嘅時你接對處有 internet 嘅時你個再去到對下邊有 advanced 位 get track names 一個出到對嘅get track name 好死啦特別有咧別嘅了嘅冇啥冇本啊！我咩嘅事？我有咧本是背個 still 有咧本是背，特別即係這裡伊個 get track name 是的，當我這裡背話我係多絕位，你去 advanced 的位。你 preferences 啊？那我 share 下你啊，我 share 下人看啊，即係所以別人該看得到。啊，即係 share screen 我 iTunes 得咯iTunes 呢？Inilah punya iTunes. Okay, sekarang I share. share screen 個喂。tapi iTunes 你看到外 menu 哦，你看到外係咧
我報單 menu 了嚇，冇。哦 OK，等我特別 share 我幾個 page 喺入邊。share screen，哦唔夠，yeah。share screen desktop OK，然後你看到，有啊。到底你看到㗎啦，你情字 OK，呢，你看到？但係冇 artwork 啊。你看到 advanced 位，當你看到我幫大攏看到嚇，係咪？像咯。哦，冇幫大啲啊。冇。哦，咩咧？咩？然後就 advanced 會一路嚟，一啲 get track names 還是 get album artwork 咩使啊？那個album會壓掉本嚟嚇。有，那是伊有咧 iTunes 有嚟講對啊。但 even though 都是8馬蘭嘅。8馬蘭唔知會啊。I think 8馬蘭那是你 CD 會 rip 嘅呢度會，那是你去你8馬蘭會 download 呢度會。I think 啊。Because it's based on the CD 嘅 data，佢哋 track 咧是伊個 track 有係咪 minute 嘅可能？加嚟看，了，把你位 iTunes 嘅物件個有，頭先人看到我看到是兩萬隻嘅，了，係咪 ？John，就是，你歌有當時是按未接嘅啊，是唔是 iTunes 未 not acceptable 嘅？到底你是講 match 係咩？對，你 match，咁我看到。對，有咧買啥物啫？你我係是either duplicate a track or 我係 bit一 certain bit rate 啊，係 ineligible 是有咧是 radio 啦，我 radio station 嘛買咯，แล้วก็有伊個 bit rate 但無上 low 嘅一買，แล้ว個 video content 一買。我聽到是按呢款解決嘅啊。安怎？我聽到是我直頭去咧YouTube 會哦，我伊 link 對來copy 伊歌，你知係你 convert 哦。嚇！我知嚇，對。我 upload 起去啊，嗬，image 掉啊。嚇，對。我看你就解決了。對。咱底部嘅啦，咱特別 capture 你伊個 audio 個 sound 好咧，就 upload 起去。我有當時我係 compare 的，我會 compare 講。我頭我要入這條歌嘅時，我去看，因為你啲YouTube 會有一隻謝嘛，隻人 post 嘅嘛，樣 upload 樣嘅 video 嘅 YouTube 嘅是樣嘅，有當時這條歌是3分鐘嘅，有當時這個人嘅是3分鐘15秒嘅，這個本無夠3分鐘嘅，你要靠佢 compare， 我是安尼講，我要唱一條歌咧，我是一頭去這個 iTunes Store 要 check 一伊歌是。看到燈，多燈，然後又嚟 compare 講啲嚟我等陣會去 convert 誒，都要誒夾條計上 match 嘅。哦。我就是我又夾條歌，都 iTunes。I see。我歌個料啊，是 match 個料嘅，我冇一條是被 accept 嘅。我這邊啊，我 library 啊，當今有7、8條歌呢，我冇5嚟 GB 嘅 size 咗。7、8條歌。喲，等陣8條歌。我拍未到，等陣我 Skype 未通去啊。Skype 嘅人實未講去喎，拍未通啊。等陣，死我計諗夾撥啊！làm cả bộ producer producer come here 進來啊，就是點哦，這個等我 try 下 copy 咩 producer 係here 喎，這邊攞邊冇開啫，和盤不要緊啊，你 Skype 咩啊 Skype 咩啊，你該 come here 你 hang out。我拍別人都未喎，別人嗰啲未做嘅。我睇佢新嘅考過。我拍下阿蕉。阿蕉嚟啊！呀，啱啱就不是對佢。Hello。誒，追。嚇！
哈死我想拍唔掉人，是人面。阿蕉我對我冇注意看，我直直掟看呢，哈死我lu。嗰就個嚇，但係阿莫等佢咧嚇，我係冇開啊，冇白端就對啦。一個就個嚇，但係下面個住啊，冇啊嚇。但係下邊個嗱你佢啲講話了。當然啦，辣 can。你等陣講到啲 Apple TV 先呢？Malaysia 冇興 Apple TV 嘛嚇？Maluka start deh. Maluka ke lagi sudah Apple TV cili mesin ni tiap metut ni tiap sorry. 係咪嘅 ？Because 佢哋我哋 Asia retailer shop 啊，metut啦，我知啦。伊人賣物件，伊人會干那會曉 sell 路呢，了你甲伊講你 technical 嘅物件，人袂曉嘅。tapi咱講 Apple TV，of course Apple TV 冇興啊，你 Apple TV 都冇俾過定打時。當今咧有 iTunes Store 咧，冇你家實俾 Apple TV 對唔對？對。Tapi we tenghi dia mah Malaysia ya, saya di One U ya. Ilang ube Apple TV no sako ijeng lah. Ya ilang tio kami kerja ni jailbreak yo. 我有未貴咯，讀見好勢啊！就讀見咱officially 來啊，伊人計了，樣未600幾個隻，現在你340口呢。啊，特別有 maybe 有 jailbreak 嘅事。嚟講，你學關係，佢愛學你還是咩你？掉女啦，I think jailbreak 意思你即係盜版行 app 呢，I think 係。樣係你 free 嘅嗰時看咯。啊，馬來西亞綁實。Because 你係iTunes 講，你該使看伊隨意去看伊買伊movie 嘛。咱馬來西亞 internet 咧辦咧，要看一出戲，咪是看10年俾個個未看了。係咯，係啦，就是咯。你較興嘅是你成個樣中國俾啊，唔是成個是你 Asia Box 嘅可能啊。對。我出門是用嘅咧，你就是講你 internet connection 都下面蘭州戲本使看嘅。我睇看蘭州戲本啊，我愛。係咪？你成個係你啦，中國啦 PPTV 咯。哦。是咯，我是用 iPad 哦 iPad 你想是我有，以前係嚇講，一人要自己那邊嘅。TV 都有啦，你睇蘇豪啊。แล้วก็จะเกาชิง影視啊，即係佢嘢嘅啦，你睇電視機嘅，睇韓國嘅，你睇日本嘅，你睇希大利嘅啦都冇咯。哦，小虎啊，小虎你講。小虎。แล้ว我會問即係到底法國嘅iTunes 當你到底法國即係咩300哈。300你到底法國你是用 Malaysia account 還是用法國 account？ 我用 Malaysia account。哦，這不是冇用法國 account 咧？因為之前 register 自己啲 Malaysia 嘛。你使換啊？你使換？是講 iTunes 我冇蝦米用。冇咩用。我可能照啲嚟 rip 接起。哦，特別你咪使照。都使照嘛，是講你特別嚇 ，OK， 等陣，嚇，所以你是用馬來西亞啦。我會學讓有去 download 啲新嘅 podcast 嘅 app 啊會。有到了。別人咧？到了。你是直冇半了。讓講嚟名啦，講嘅是話。然後即係就是冇 download 啊，拉陣機。我冇 download 過。喂，你看的real to real 嘅 graphics 嘅水呢？安尼看。等我看。這個水啊，冇感覺咩？一般嘅事都係。係咪 app？podcast 嘅 app 啦 ，iTunes Apple 把你個出嚟。哦。podcast，所以人去用聽邊啲學嘅是用 podcast 聽咯。你話嘅即係對佢較懸啦 rating。特別我當面冇用 podcast 聽，我去看
我去看你迄個 YouTube 嘅 video 嘅。哦，是啊，人看人就 in effect 人嘅，但係你 download 你免聽唔見，你是去看，假是去看。有到了。哎呀 ，why cannot play 啊 ？OK，所以嗱我看俾你看啊，我 play 時嚇一出嚟了，แล้ว伊個出隻嚇，伊個隻 real to real 嘅。哦，我看。看伊，哎呀 Real to real。Real to real，伊個電腦都係伊時，你佢記 test 看，伊個特別個到底多平啊，伊去個只平嘅位，有時你幫不了嘅時，伊多平無啊，只平較高啊，可能啊，有你睇 boss stop 嘅時候，伊個ribbon 個伊個 tape 個當呢，幾叫啊？唔知我唔係 play 過。攞去 TikTok，攞去 download 啦，download 嘅時候，去吹邊嚟學見，誒下直接 play。哇！你到底這會俾好，到底你 podcast 嘅 app 會俾啊？啊！我這是 I think 啊，這個就我本是話你個 download 不啦，幾日整嘅 download。冇白咧，冇白有用哦，冇白有啊，他媽個冇白對嘢啊。我 play 時係按翻嘅哦，有 album art 咧。啊，對啦。嗱，等我看。你是直接，他媽是直接我看，他媽是冇盤啊，是冇盤。嚇對啦，嚇，你即殺伊 album out 起，殺伊 album out 起，你對看到伊個real to real 咯，係咪啊？哦。有你 pause 你 pause 嘅時候，伊個你 tape 過當用。有冇？哦。叫我，解水。哦。唔係啦。咱用 Apple 嘅 supporter，咱 Apple supporter 個了全部 OCD 嘅。好了，做咩事啊？都 album art 物件個了係水嘅。好啦，成日嚟他們是 OCD， professional 嘛，對唔對？他們是 OCD。OCD 是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啦 ，OCD。哦。啊，冇白啲咧，物件個了係水。那只 particular 啦，哦，那只 perfect。誒，了，最讓正版到底馬來西亞買掛過是唔是？干那冇白一人買過呢？馬來西亞 iTunes。我知係咪？我是愛買，我想了個。你佢我 download 了。還沒 download。我 illegal download 了。Pasar malam. That means iTunes Match 咯 ，iTunes Match。少。對啦，iTunes。唔係啦，iTunes Match 較貴啊，咁樣啲啩。特別隻個老公啊。Match 較發咧，一年比你買幾百條歌少啊！我當見700條歌，咁了是 iTunes Match 對哪我想係買伊嘅。特別我講啊，你啊，iTunes 應該我係可以支持嘅。我舊背咧，我當時條買 CD，因為啊，我個 HiFi 愛聽啲處嘛。我買我咧，我聽未到啦嘛。哦，你想啲 audio file 嚟啦。Yoga Lin 啊，慣在個樣個成日 prefer 伊 physical 嘅 CD 啊，你使看伊 booklet 啊，你使看伊係咪嘛？伊歌好聽，阿仲介紹你聽。是啊，我俾隨看，等陣我去 Google，係咪 ？Sorry，係咪歌咩事啊？係嘛？Yoga Lin。林宥嘉。iTunes US 有啊。當今 SH 成間無係咪出歌嗬？普京。如果買掉啲啊，住講咩？係咪事？我冇明白。Selina EB 嘅係咪啊？個字嘅 E 係咪啊？我未記啊。EB 啊，巴黎冰啊 ，EB。我有啊。啊 ，Selina EB 嘅啦。有啊。你睇冇快。啊，我是個，但是伊只歌出名。伊係你聽U好嘅 U。我俾我未曉伊出阿莫字喎。啊，等陣啊。
我看我是当人字嘅喎。U 或是等我啊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lure 哈 ，OK lure lure 能抵在天的梦里有粉红，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像杯球，太诱惑，琥珀色的暗了我，摇晃我，好像醉倒在你怀中。你是台灣的人啊？啊，台灣你是台灣的，我看伊只 album 有偌正，伊有伊。做到你借，你記得嚟？哈？都在美國嘅都係有嘅。有到底有到美國嘅 store 有 iTunes store。美國一個 complete。伊有，等陣我看伊個有咖喱個有Sense Around Life 是美少生活 Perfect Life。美妙生活。哦，sorry。略華語上馬下馬。意外啊！誒，咁啦，半斤變咗啦，半斤變咗啦。我華語意外啊！三 D。然後個有等陣個有幹工世界幹工啊！感官世界。我是講伊賣英才嘅世界啦，幹工嘅世界啊，就英才啦。來，咱聽下幹工嘅世界哈。你知道什麼？對，幹工嘅歌。零。你係哪歌嘅咧？是個幾多 CD 裏邊嗬？我吹冇事啦嘛，姐。咁樣係咪講係冇病學？講係大 Hi-Fi 聽歌嘅。哈哈哈。我介紹你買一個 Logitech。Logitech 咩？伊是 Bluetooth 嘅，你會使接，你either 你 computer、iPhone、iPad 嘅了用 Bluetooth connect 嗬，แล้ว一個嗬，你就接起你 WiFi 咯。你用 WiFi play。tapi po EMC 伊迄個 EMC 被接起，伊是不是個 equality， 伊是個迄個uncompressed equality， 是唔是無冇白？對啊，uncompressed。compressed quality 嘛，就係。咁叫做發燒嘅啊。警察踢個地啊，而家。呀。唔知咩？唔知啊，聽我冇咩聽出，我只係聽歌，我有一套咧Bronze Officer 嘅迄個 speaker 咯 ，Hi-Fi 我馬來西亞，我上我嘅正兩千磅啊，這邊嘅鏡子。了？伊聲你係電話聽無響㗎，你係CD 聽。哦。你是聽無響是咩？你食有零件你無聽到去啊？你到底電話是？一清嘅數啊，一清咧嗬，了伊。按照講阿摩叫咩 ？Fidelity 叫咩 ？Acoustic 哦。Acoustic 就對佢係正好嘅就拿 CD 做會到呢。你 Logic 嘅你連續都係聽唔到嘅。哦，audio file 咧，我個就我唔知 audio file。特別是講用呢 CD 你 iTunes 用 lossless 啊，一定對你100%咯。哦。特別如果 lossless 麻煩。一用你真正係 memory 嘛。對。所以叫我是想吹近吹順，就冇你去買classic 嘅一隻咯。iPod classic。舊嘅大嘛，100幾嘛，แล้ว會使係幾個 album 落去嘛。你比較到啲你，特別冇你部 computer 咩 now？有啊，iMac 咯。嚇，你被報到啲 iMac 會幫咩 ？iMac 幫 CD 啊，你是講？ No, iMac 會 rip 用 storage 嚟燒你 lossless 㗎了。燒啲話 iMac 特別 iMac 出來 speaker 冇聽嘛。No，你被成個 link 去，成個optical link 去。device 係 transfer 過去你 WiFi 你 Hi-Fi。
有 so far 我的 Hi-Fi 有型嘅无我。哦，一部咧 optical in 呀。一部。哦，I see。无说也是我爱买就金啦，我就另外买过即个虾米我使用 connect to either Bluetooth Wi-Fi 嘅嘛。特別你安怎 connect 你 iPod 呢？你咪夾啲 speaker 咯。哦，I see。夾啲 speaker 投教我嘅 iPod，了我下啲我嘅房間，就見我嘅 Hi-Fi 做啲外面聽。哦，所以你到底 Hi-Fi 是直接俾聽 CD 嘅？係咪人你 Hi-Fi 是係咪 brand 呢？有幾個啦。咱講 Hi-Fi 就係講下成定到就係興嘅，第俗嘅，你聽到第爽嘅都係你。So far 聽你講，看可講，因為有嘅劇，想講你聽一個 chill out 嘅劇啊，還是聽 jazz，聽 vocal，聽 classical 啦，無上 speaker 都無上 set 啦，好你我哋有上。哦，是。你 suka bass 啊？你 suka 是唔是 bass？我唔 suka bass，我 suka clarity，因為我suka 嘅劇啊，是vocal 嘅劇嘅字 ，jazz 嘅字嘛。แล้วว่าบอลสุกะเบสยูต่างยูแฮปปี้แล้วคอยเท้าสักเช็คแย่所以我買物件只會記啫，伊個 Hi-Fi 啊，幾千塊啊，個3000啊，呢保比到3000，伊只 happy 啊，因為啲 bass 也重嘅嘛。你佢只是聽 disco 嘅劇啦，伊是聽即係 trance 啦 ，house music 啊啲。哦。所以我聽 chill out 咁多啦，特別我聽vocal 嘅。我就要買聽acoustic 嘅。我未聽你我bass，我無熟bass啊。你聽 acoustic 啊，你 sound staging 嘅時候好啊，你 sound staging 水啊，你坐了嘅時候，你看目睭你成日意物件啲你目睭。哦，成現調啊你嗬。你講熟啲過，你第好時間嚟看戲嘅，做你 home cinema，哇！你聽到伊，但是講是拍正嚟講，你聽到你背機啊，所以。頭整飛佢呢，我係聲就。咪攞講到你事嘅了，Hi-Fi system 計support嗬，earphone 未 support 咧嗬，earphone 聽唔到喎。Bose 咪有咯 ，Bose 有隻 acoustic 嘅嘛。我當用掉嘅。Still 啦，Bose 啊 ，somehow 啊，伊個 bass 啊，實依家彈嘅，你 feel 明？你講係咪 acoustic？伊個 sound reproduction 啊，係用福建話邊啦。Surround tree 係咪 surround sound 嗬？唔是 ，surround 是另外一個問題。伊是 depth of field 啦，成個你聽嘅時候，你你聽只。你只熟就對啊，你有時候有 feeling 啊，款呢。你看目睭聽，聽電話講伊個 bass 啊住來，你再講近乎嘢啊，你聽到伊 disturb 嘅。有近乎遠嘅，唔是多。講我介見了。講我介見。你也是講啊，你也是講啊，你也是實際啦，份物件，你去Hi-Fi夾樣正衰咗。伊再講你，把這直接講是攞啊，咪講是係咪半噸好，還是ringgit噸好啦？伊去點先，一定好你聽，你 budget 嘢啊，嗬，你馬貴是成你啫，伊好你聽幾哪裡差不多你 range 啊，伊再講你而家4月先嗬，伊好你加貴800塊、1500塊，可能好你聽者。好你進步啫。好像未聽到伊聲，你見啊？我見到你未懂哦。見，你超格底。超格底，還是你一聽你點聲，你未嘅你出來啦。我是個 in ear 喎。講假嘅辦啊，個不一樣，你嚟吹嘅。我一粒啦是你 noise cancelling 嘅。哇！唔對，我等於用咗你本被拍啦，我俾200塊。係咪嚟？係時你係咪票嘅 ？Beats 啊，哦 Sony。我一粒 Sony 係咪 model？我俾300磅啊，3000塊。哇，300磅。300磅就。Sorry。300磅是係咪？300磅係咪？是冇你係你係咪 brand 係咪票？I mean both 係咪 model？Quiet Comfort。Quiet Comfort. Yeah, Quiet Comfort. 3啊。冇15，我唔是3。你到 Apple Store 會有通 try 嘛 ？Apple Store 我知，但係我每都是搭隻 model 咯。Quiet Comfort 2啊，係咪？10個唔是3。10個啊？10個唔使是卡邊係你隔兩個好嘅啊。假如治療嘅嘢使上看，我平時我每日是。哦，是。我這是不了，我這是 Able Planet。因為你 Beats 唔是成日出名咩 Beats？係啊，你冇咩 Beats 啦？
我冇是個你成日講什麼諗嘅咯？ ，B 是個 plastic 呢。 比較歐打呢而已哦，我古早咪是小，本地袂去買，比這咯。我就第一粒咗你 Apple Store，然後我死啊，我徛了未走去咯。哦，我就是聽到我買過 B 這本，我買啊時候，我只買啊無夠一禮拜呢，伊這中午這個閉起了咋，了。哎呦，你頭上大。了伊個聲吼，伊 leak 只伊個這 headphone leak 只就就你成個 speaker 呢，你邊啊人聽到個了你聽會過的。哦。了我錄音看看，我錄音時啊，我麥會 pick up 到我耳啊聲，所以我別。一個貴是哦。啊，個貴，300塊就話300塊美金就俾。John，你比賽嘅嚟撈荷蘭嘅啦。唔是撈荷蘭啊，荷蘭撈蘭嗰啲啊。荷蘭成你看嘛，yo，你看你嘛唔是咩？伊唔是撈荷蘭，是荷蘭撈 Beats Creator 是荷蘭嘅。Dr. Dre 是。Dr. Dre 做出來撈荷蘭嘅。是。荷蘭也比啊你比個也更加濟咗，用。我 check 看。我學等啦。anh講行入去那查某大部甲了邊是行邊是，也我看到樣我就無爽了。你買啲馬來西亞俾83嘅去賣啊，好賺鐳哦。哦，我看到啊 ，Bose Quiet Comfort 15 Acoustic Noise Cancelling。喂，係 battery 嘅咯。哈，我們就係 battery。我睇飛咯，唔知。伊係 battery 啦，伊 battery 啊用一粒呢。會使當一禮拜啊！我當今用了個一個，我當今用咗一個8G了個袂了喎，我陣。伊邊比較大漢嘅。你所只聽歌是聽音樂較好，還是聽攏安尼款琴嘅較好？琴啊好啦，琴甲聽到 surround 嘛，甲聽到acoustic 嘛。解釋嘅。你都叫你聽 HiFi 嘅，都計時。誒，冇乜白對去啊，未夠冇事啊。我成日都對去。阿蕉呢？阿蕉都聽未？你用講聽啊？係功能嘅咧啦，哎呦！阿蕉看講啊，就是10分鐘嘅哦。誒，講到看講啊，你有看到今年 Skype 嘅 April Fool？無啊！係咪做？今年 April Fool 嗬 ，Skype 伊人嘅 webpage 係一個 product，伊講 a new product is coming，แล้วก็伊係落嚟講，伊下邊有寫 Skype 有看線。伊個寫嘅真好笑，伊講 How do you call your friend? First step, give your friend one of the cup and then stand a distance and say hello into the cup。我諗聽到成係乜鐵頭鬼咧，可能諗乜做鬼嘅，你講係拗。即係 work 嘅嘛嗬？誒嚇，誒咯，我嚇，對，伊是 go through the vibration 嘅時候，我用是 plastic 嘅 cup，然後拍一格，到底伊線位，到底伊個 cup 嘅裏邊，那是過去另外一幕拍一格，然後 Q 按，你咪 Q 按嘅，冇 Q 按嘅，然後伊線 vibrate 過來，是 re-amplify 佢嘅一個耳啊嘅，一個拗嘅咯。啊，就你用咩 headphones？我用iPhone 嘅咯。呀，我其實唔是用 iPhone，不過我當然是用掉 V mode。iPhone 你未聽誒？就是講 iPhone 未聽，冇本啊 ？iPhone 你未聽誒 ？iPhone 嚇？做咩？iPhone 未買嘛？我聽嘅未拉路呢，我冇用過。你唔用佢個仔未拉路？我冇聽過啦，聽一道都冇用啊。哦。我用佢哋就這種嘛，你suka用耳你suka彈入去耳啊，還是earphone 呢，還是你吸佢哋？彈入去嘅。我做工嘅時本是用彈入去嘅，你做工我彈入去時我免聽來聲嘛，是大飛水聽啦。人聲是最好嘅，我買互人聽到，你聽到係咪？對咯對。Apple 你 iPhone 呢啊，伊聲上啊走，過了
去了，了一個無買勢，聽個線。有咩？I think 無伊個即 earphone 未 fit 你耳啊數，你若是講無合你耳啊興嘅數啊，你 lose 去淡薄。係咯，แล้ว我聽 SH 嘅歌，應該無放呢。你聽咩？住放冇講冇放。所以你咪佢就就啲講 SHE 啦。住是 FHE 什麼意思 ？FHE 什麼意思？但係但係人講我無明白。在個 group 三個人伊名是你啦，他咪 Hebe 加。你把伊個嚇，你即毛盤把伊個嚇。我介紹伊聽邊啲學嘅嘛。哦，對，你你就是係一看你就其中一個迄個阿莫丹嘅朋友嚇。阿莫丹講你嚇，大擺啊！我唔是，阿莫丹係吹毛毛，唔是毛盤。哦，我想你朋友隔籬毛誒。個毛盤個阿莫丹。我唔係阿莫丹嘅啦。我都唔係阿莫丹。我後面 FHS 有咩意思講我聽？伊在我暑假 FHE 咧，佢自己。哦 FHE。FHS。FRS。係咪做 FRS？FHE。毛盤是 SHE 嘅終身 fans 嚟。S 啊 ，SHE 啊 ，She 啊 ，SHE。哦。你做咩所以 iTunes 冇俾伊掛，冇俾 SHE 掛？冇，應該係講話。冇咯，就是咯，馬來西亞 iTunes 冇俾。哦。誒，晚上係咪幫我嘅即個我係即個寫出來嚇？係咪先？Because 晚上係咪幫我嘅咧 Skype 嘅聲？使人寄 message 我是嗶嗶嘅咧。你會使 mute 掉你 notification 嘅嘛？安怎啊？哦 notification。冚格啦。Display visual notification. Play sound related to calls. Play sounds related to messages. Play sound. 安怎係冚個了 display？我一個冚個了。天光啊，好做嘛冚個了一個啊。Signing in my bank. Signing out. 哎喲，你一個 call 啊 ，incoming call. Okay, calling. Call connecting come.OK， 人講啦，我等陣。你等陣，你咪講。哎呀喂啊，點幾正啊？咩係啊？嗰邊咪叫播唱咯，咪講。講 MacBook Pro。MacBook Air 冇講掉。我未開。MacBook Pro Retina Display 講。嚇，即安布蘭到底即個位啊阿莫丹尼個位三百八針位啊，安布蘭對啊，安布蘭。第四名。冇MacBook Pro 啊 ，Retina Display 啊。對。係咪先？我有去看我險俾伊只 high improve 了，伊聲話較掂嘅。對，我伊用伊無用 hard disk 嘛。係啦。伊無用 hard disk 用 SSD 了，佢攞嚟方式，佢咪佢 design 過伊方式了。嚇，對，伊亂。嚇 ，asymmetric。即係先係 MacBook Pro 啲 Malaysia 較達呢。做咩事？較便宜啊？Malaysia 俾便宜。便宜攞情況啦。做咩事？對啦，冇 tax 嘛，一樣嘅 tax 低就冇安尼關。你若是講你 on board 嚟講啊，你啲 KIA 俾佢較便宜啊。你去哪邊？你啲 KIA 位啊，你啲 airport 位，你 on board 嚟是講你對啊，你對 Malaysia 啦，你到對你俾咪是較便宜咯。伊迄邊有攤買咩？伊迄邊攤買 computer 啊？你會使多起來，我是講是我咧，我因為我頂日我朋友我伊買嘅是，我對嘅是，伊是多吉隆坡了飛新加坡，佇新加坡買嘅嘛，便宜咗。到底新加坡買較便宜啊？哦，佢到底吉隆坡買？所以Malaysia 比新加坡較便宜個。對。特別 Malaysia KLIA Apple 有攤買 Mac 嘅有 Apple reseller 咩？這我就唔知啦。哦，你是講你去到那邊啦，使 claim tax，我無明白，做咩事？你講到啲 KL 買，我無明白。你對你買個無你放無你貴嗎？誒，
这个就冚瑞聲係，太爽，太爽嚇。謝了。誒啦，我假如到馬來西亞嗬 ，Skype 有人講話到馬來西亞，Skype 來俾個辦理嗬。Skype 有人講話嚇。Hello。嚇，OK。Hello。慢嘅事。到馬來西亞那時來俾 Apple product 個辦理嗬。嚇。你去 online 俾 ，and then 嗬，你 scroll 落去一啲，你去找 education store。靠沙巴。哦 ，student 嘅啦。啊！一般只無錢嘛，maximum 700塊呢，我賺可以把它值。哎呀，咪講啦，聽講嘅人聽到會值啊，一定。我講聽我係聽眾是 Apple，就是 Apple corporate 啦。一個我知一個咧，我到啲 Apple 是把 email 啊。我做 Apple 時佢講，伊做 server 又唔知就 ban 啦。我只了空氣啊，John， 我空氣靠20%，空氣check，我 student 呢 student 靠20%。人馬來西亞講，你靠下你是本是 education side 嘛，定到你啲 online 會咩？對，即 online 對。以前一半呢，一個是 normal 嘅咯，第二個就是你講嘅你 education，第三個是 business 嘅嘛，對唔對？我嗰陣看咗 education 嘅呢，แล้ว意思就係講，別你部電腦冇看啦 ，MacBook Pro 咧可是1,200塊。แล้วจอนรู้ฮับเป็นผู้สิ有อันนี้關係物件嘛，對唔對？對，我 education 特別我 education 是有 depending on product 是有你考50塊，你考100塊，你考 up to 300塊。但是我係特別會 link 掉，我買嘅時我 online 買嘅時我特別我。你要找你 college 咩啊？對，我去找我都邊啦，冇找 college。多邊啦哦，你去 college 會買比你講咁啊馬來西亞嚟講買個交辦費咗，哦，I see。你 directly ตัว college 會買是20% off 咗，但是講你你處 online 啦，你會 IP address 係買咧。哦，本是有 education side， 特別冇咧借，靠下幾十塊咧。所以你是到啲學堂嘅 computer 邊，還是到啲學堂嘅店？講學堂 computer 位。學堂 computer 我知，我20% 就借咯，就。USM 有。USM 有，我未必 USM 靠佢借嘅。哇，20% masih kan借過 staff 俾，我冇 staff 接個。但係即係terms and condition 咯，terms and condition 是今年讀你咕咕椒，嚇，今年使俾接掉，今年使俾接掉。我當見過使俾個接掉啦，我朋友等我等你廿年嚟我計俾啊。哦，你教過，誒，你不要叫你背後你朋友你攰啊，你俾錢呢？我就是俾安尼話，我免驚，我小弟本有嘅，我其實用我小弟嘅。哦，下掉嗬，下掉。你 college 誒，當然佢1,700塊啊嘛。嗯。當然咪每一個1,700塊比我見買 Pro 我買買空氣啊，空氣小死啊。哦，你買你 Retina。貴啊。對啦，我見買 Retina 啦。啊，咁我就冇 problem 我用。你就借 memory。我哋 launch 物件特別同啊！你睇我頂到我開我嘅 iPhone 都係事我 upload 一小影入去啊，一燒人哋冚咗哇！一隻鬼人成日啲發燒啊！是咩？你 that means 你做咩事？你都有 SSD 嘛？你冇夠 RAM 呀？有夠啊，4 G 平時冇夠。我有8 G。4 G 冇夠嘅，8 G 夠，我本是8 G。有可能是抓啦，同佢提前你抓一對，我使每亂空氣。嚇，空氣妹，冇白。OK，空氣，但是我買一條空氣啦，我是愛用嚟。喲，就是窗開很大聲，窗開是一句。是阿舅啊，阿舅困嘢啊。冇白講，阿舅困嘢。嗰啲空氣哦，我買啦，我是愛買第41寸嘅咯。佢哋 spec 第一招是64 G 嘅 memory，因為我冇用 memory 嘛，我而家咧我少 iMac 1 terabyte 入邊噶嘛，對。แล้วอาศัยการแก้ memory from 4 G ที่8 G 啦，有冇ทันแก้有當今有啊，頂到冇。
你使嘅個，你使當點你是 man 啊，特別你使嘅，你 memory 使嘅storage 使嘅去5ตัว本嚟睇啦，特別你別使去 Core i7。我你用咗是Google Black Hangout 物件，自動行物件，對，你冇咩需要對。教我會必有教，後面嗰個教，真正快 MacBook 真正快啊！誒，你係叫你學我買一個 MacBook 誒？啊，我俾叫因為出嘅空氣都依賴是唔是？所以你俾182嘅是俾64啊？64我冇玩嚟邊嘅，我而家我試過係咩嘅？你俾加 RAM 咯，你加 RAM 咯？我加 RAM 咯。800加100啊嘛，8GB。是咯，我可能加一層嘅，因為幫人家哋加咧，第一次 set 嘅自己加咧。少，都夠啦。夠啊。夠我放心啲咯，是講冇 retina display 嘅啦，講個老舊嘅就係翻伊個浸過去。別對啊，你別 upgrade 伊個即個 storage unless 你別伊個係100不係200個嚟啊。是咯。冇100倍。OK， 係使放心啲啊。因為我讀咗隻 review 樣講伊個即新嘅 processor 啊，伊 Ivy Bridge，even 都係 Core i5 加 Core i7 比啊 ，Core i5 伊 Core i7 快淡薄呢，冇講快真濟嗰隻。伊 performance。John， 唔是講你嘅間 speed 嘅啊，processor 唔是講 speed 嘅，是講 cache 嘅啫。你有我未有啊，你講嘛 ？cache 現金。cache 比係見啊比 RAM 更加堅嗰度，做咩數人會用 i7 แล้ว去補 i7 เนี่ย人 i5 都冇人曉你嘅。做咩事我冇明白講下。因為那時講你用條8GB memory 啦，加就你當然用條 i5，我用 i7 啦，我人 speed 是淡薄呢，我嘅物件會比你真正濟貴咯。特別那是講人看袂到嘅。但我這邊是 Core i，但邊是 Core i7，伊個 cache 較濟嚇。對。伊個 cache 較濟，所以伊個 performance 肯定實快啊。你 cache 成日講你開嘅物件嗬，伊 temporarily save 掉頭先，所以後頭開嘅時，伊咪個再 load 過，伊也放入你 memory，壓出來。特別看你做下面本來老實講，成個部冇版嘅冇需要 ，because 伊用嘅 performance 伊是嘅嚟 online number 呢，所以 I think 免期間咧會考冇版掉你講。應該是啦，因為我冇做 design， 冇做 presentation， 冇半行啦。你是跟下嚟 Google Hangout。是啦，我咪搞借了嘛，我借股卡嘅。咩嘅？你借啲變成嘅啊？是唔是？11寸你真係趣味哦！我真係暑假11寸呢，是講我是唯一就係我未買13寸嘅咋，因為我特別用 broadcast 時我用嘅 memory card 啊，我即個SSD 唔是 SSD 卡啦 ，SD 卡。我用 SD 卡上濟，然後所以我買是買起嚟咯，แล้ว我個就是我數 computer 呢，所以我關係用，伊是要 screen resolution 較嘅嘛，所以我買一個13寸嘅，甲我19寸嘅，特別我冇數根本你真係輕，我個爽咧，不知係阿伯呢係有部冇白啊，你去買啊是那個佢再落櫃隻 MacBook Air 㗎了，使。買 MacBook 啦，買可能 MacBook Air 講 MacBook 係㗎啦 MacBook。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ก็แล้วMacBook series 出來講，擺了㗎了。係啦。先係貴。我有過，頂到嘅時我有過一個我頭隻 laptop 是迄個啥針板嘅啊，你就係你 graphite clamshell 嘅 iBook clamshell iBook，呢是第二個是12寸嘅PowerBook， 12寸嘅 PowerBook 我真係暑假哦，然後我學我買去哦，然後歹去係是冇毛病，我買伊個 MacBook Air，我講聽冇毛病啊，我買咪是會來咯。แล้วว่า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อะไรอะฮะอีโบอีจะกู้อีเบียดาวน์โหลดอี小英去 from my iPad 去อี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啊所以 now 我嚟啊時一嚟正嘅時候我其實嚟一解博士哇你佢會叫伊嘢貼過來定解人咗去殺嘅伊物件是哦
伊 Super Drive 放幾嘢就有咧嘛，有你美國有咧嘛。我 Super Drive 冇幾嘢。咁問嘢有數字咧。係啦，唔是啊，啲嘢個 back 依家係 high tech 呢個 back iPad 啦，我霸一個我抹一個 iPad 啦，有時個嘢一個對起啊，不個嘢我個嘢 MacBook Air 入嚟。一揸咗頭部，咪入嚟拋河線咯。依家拍冇嘅嚟 check 齊晒，同埋亂講啦，我睇到。你揸咗頭部上緊咗啊？依個 Max， 你講 MagSafe 有也是依個電位。伊個插頭幫正有，所以我叫咩嘢嚟？因為我有舊嘅 MacBook Air 插咗本。所以我幾解嚟，แล้ว我ก็解博士嘅人一樣。แล้ว我個件咗我講聽啦，我幾日嘅了一舊嘅小影啊，小王 family photo 啊，嗱三萬拍拖啊，我白小影啊，頭毛蓬蓬嘅，字都係見嘅嘢啊。我幾日嘅小影嚟，有時有我解人，就 scan 呢時，自己已經冇事做嘅嚇，叫佢 scan 嘅咧，小影至幾好玩咯。我個講路咁假掉紅音 ，sorry 啊，但係你諗下是唔捌個伊買小影，伊買頭毛啊，佢成個 match 先生喺呢條。講蓬蓬嘅呀？講真真正搞嘅啊！嚇對咯。我哋講就講 beehive。beehive。只水嘅，我就是揀嚟頭毛本嘅。我頭毛本特別蓬到，笑大咧我未記。OK， are you still here？ 我一直問人 ，are you still here？ 人是講小姑啊，你嗰個係啱唔啱 ？Are you still here 喎？伊就只 scream，Are you still here？ 啷看到？冇。OK， 咱琴日 before 對時。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這禮拜我甲咱講電器本來福建電器店講話咧話啲 iTunes 㗎，佢講咩啊？iTunes Match 啦，還有 Apple TV 啦，冇咩興。有時我哋特別嘅邊咧就是特晚阿莫丹來就走去，冇莫丹冇講到。你攰咩？對啊，就是我嘅老椒冇毛白咯，個有磨盤啊，個belacan機啦，咁就這個。sampai belacan 對，我上次 belacan 咧做個乜事嘅啦，sampai belacan 機。講名嘅我哋sampai啲頭整啊。sampai belacan 機。咩時候等啊？OK， 感謝各位你禮拜個對嚟收聽啦嚇，講各位聽眾，拜拜。拜拜。哎呀，掉歌。拍你唔掉歌。Goodbye。